真係唔係講笑啊！你哋最近有冇去過羅湖或者落馬洲關口？如果你係喺禮拜六、禮拜日去嘅話，我保證你仲以為自己去咗咩大型避難現場啊！嗰種人山人海、湧下湧下嘅場面，真係誇張到你唔信。依家啲香港人個個一放假就話要北上，好似深圳有金執咁。你問佢哋點解？10個有9個都同你講話依家要消費降級喎。但係你睇下佢哋喺深圳嗰種戰鬥力，左手一大袋爆師傅，右手一箱山姆超市嘅卷子，仲有啲人直情拉埋架買餸車上去，嗰種喪心病狂嘅掃貨法，邊度似係消費降級啊？直情係消費升級到去咗另一個次元啦。講真，依家深圳啲商場好似卓越中心、萬象城，或者係最近紅到發紫嘅山姆同開市客，你行入去，耳邊聽到嘅全部都係親切嘅廣東話。你會見到一家大細、後生仔女，甚至係70、80歲嘅老人家，個個都精神奕奕。點解啊？因為真係抵到爛啊嘛！喺香港食個普通茶餐廳午餐，分分鐘都要60、70蚊，仲要俾人催住走，坐得又逼。但係你想去深圳，用返同樣嘅60、70蚊，可能已經可以食到餐好正嘅酸菜魚，或者係飽到行唔喐嘅點心自助餐。你話換做係你會點揀先？我前幾日先上去行咗轉，由落馬洲過關，排隊排咗成個鐘。我隔籬嗰個陳生，今年都50、60歲㗎啦，佢同我講，佢依家每個禮拜六都會帶埋老婆上去過夜。佢話喺香港住2日1夜酒店，閒閒地都1000幾2000蚊，仲要間房細到轉唔到身。我想去深圳揾間5星級酒店，都係700、800蚊人民幣，仲包埋自助早餐。食完飯去揼個骨，2個人加埋先幾百蚊，呢啲先叫生活價嘛。聽完佢講，我真係覺得香港人嘅消費模式真係變咗好多。以前我哋講北上係去玩、去見識，依家北上係去生活，去攞返嗰種做消費者嘅尊嚴。你睇下山姆超市入面嗰啲香港人，真係瘋狂。我有個朋友20幾歲仔，平時喺香港買件衫都話貴，結果佢去到山姆，見到嗰啲巨型裝嘅薯片、大大盒嘅牛肉，仲有嗰啲平到笑嘅電器，佢竟然好似失咗蹤咁，買咗成3000幾蚊嘢。我問佢點樣搬返香港，佢話驚咩啊？依家有跨境快遞啊，幾十蚊就幫我送埋上門，方便到你唔信。呢種喪心病狂嘅消費，背後其實係一種對生活質素嘅追求。大家都覺得，既然喺香港揾錢咁辛苦，點解唔將啲錢用喺更抵、更開心嘅地方呢？講返呢個消費降級，其實係一個好有趣嘅社會現象。喺2024年、2025年呢2年，大家成日掛喺嘴邊嘅詞語就係性價比。香港人一向都係精打細算，以前係追求名牌、追求奢華，但係經歷咗呢幾年嘅經濟變動，大家發現其實平民化嘅快樂先至係最真實。你喺深圳街頭見到啲香港女仔排隊買茶救命，或者係奈雪嘅茶，一杯嘢飲10幾20蚊，但係嗰種滿足感好似大過喺中環飲杯100蚊嘅咖啡。呢種轉變係因為大家開始明白錢要使喺刀口位，而且依家深圳嘅服務真係進步咗好多。你去食餐飯，啲侍應唔單止有禮貌，仲會主動幫你燙碗筷、加水，甚至有啲仲會跳埋舞俾你睇。呢種服務質素對比起香港某啲服務員嘅黑面，真係天差地遠。我哋香港人上去消費，除咗係因為價錢平，更多嘅係為咗嗰份好客之道。你諗下，你係客，你使錢係想買開心，唔係想買氣受。所以深圳啲商場人多到癲，係有原因㗎。仲有啊，依家港車北上政策又咁方便。我好多朋友25、6歲就買咗架二手車，申請個證，禮拜六朝早一踩油就過咗港珠澳大橋，去珠海食生蠔，再去中山飲乳鴿湯，最後去返深圳掃貨。成個大灣區好似變咗香港人嘅後花園咁。你話係咪消費降級？
我覺得更似係消費地理大擴張。以前我哋嘅生活圈子可能只係喺旺角、銅鑼灣，依家我哋嘅生活圈子係成個廣東省。不過呢種現象亦都反映出香港本地零售同餐飲業面臨住好大嘅壓力。當大家都話真係抵到爛嘅時候，香港嘅鋪頭租金仲係咁貴，人工仲係咁高，老闆們真係好難做。但係作為消費者，我哋嘅選擇係最誠實嘅，邊度好玩，邊度平，邊度服務好，我哋就會去邊度。呢個係市場經濟最基本嘅規律。我見到深圳啲地鐵站，依家周圍都係廣東話嘅指示牌，甚至有啲商場仲針對香港人推出咗好多優惠券，你就知呢個市場有幾大。我記得有個後生仔，大約18、19歲咁啦，佢喺社交媒體上面分享，佢同女朋友2個人上去深圳玩咗成日，包埋食飯、睇戲、去室內遊樂場，仲買咗2件衫，夾埋先用咗500蚊人民幣。佢話喺香港去過迪士尼都唔止呢個數啦。呢種對比令到越嚟越多人選擇北上。呢種掃貨嘅心態其實係一種壓力嘅釋放。香港生活節奏咁快，壓力咁大，上去深圳呢啲地方大啲，節奏慢啲，就算係行超市都好似係一種旅行咁。你話呢種熱潮會持續幾耐？我覺得只要價差仲喺度，服務質素仲有優勢，香港人北上嘅腳步就唔會停。甚至有人講笑話，依家係深圳係香港人嘅福地。以前係內地人嚟香港掃名牌，依家係香港人去內地掃日常用品。時代真係變啦。由2023、2024年開始，呢個趨勢就好似一架停唔落嚟嘅特快火車咁，將香港同深圳嘅生活緊緊連埋一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仲問點解深圳啲香港人多到癲，點解大家要喪心病狂咁掃貨？原因好簡單，因為我哋都係普通人，我哋都想用最少嘅錢換取最大嘅快樂。當你發現同樣嘅1000蚊喺深圳可以變成3000蚊嘅價值嘅時候，你都會同我一樣忍唔住大叫一聲，真係抵到爛啊！其實大家上去除咗買嘢，仲有一樣嘢好值得講，就係嗰種生活氣息。深圳好多商場依家都做得好有特色，唔係單純賣嘢。有啲入面有滑雪場，有得玩賽車，仲有超大型嘅書店。我上個禮拜去咗一個叫深業上城嘅地方，嗰度嘅建築風格好特別，好多後生仔去打卡拍照。我見到啲香港師奶本來係上去買餸嘅，結果見到啲景咁靚，都忍唔住攞部電話出嚟影返幾百張。呢種悠閒感係喺香港好難揾到嘅。講到尾，大家口中嘅消費降級，其實係一種更理智、更聰明嘅生活態度。我哋唔再盲目追求貴嘢，而係追求真正嘅快樂同滿足。以前我哋會為咗買個名牌袋而捱麵包，依家我哋寧願去深圳食餐好嘅，買啲實用嘅嘢，然後同屋企人開開心心過個週末。呢種轉變其實係一種進步。所以唔好再笑香港人喪心病狂啦，我哋只係識得享受生活，識得揾最好嘅價值。下次如果你喺深圳見到我，記得同我打個招呼，一齊分享下邊度嘅嘢最抵買，邊度嘅嘢食最正。不過有一點一定要提，就係上去消費嘅時候都要留意返交通安排。雖然依家過關好快，但係遇到高峰期，真係可以排隊排到你懷疑人生。如果你打算去山姆呢啲大型超市，最好就揀平日或者係禮拜六一大清早。如果唔係，你可能連手推車都攞唔到，到時就真係逼爆到令人崩潰啦。我試過一次，禮拜日下晝3點去，成個商場好似開緊演唱會咁，真係行都行唔到。仲有啊，依家喺內地用電子支付真係超級方便，支付寶香港或者係微信支付，直接用港幣結算，匯率仲幾好添。我見到好多老人家以前連 ATM 都唔係好識用，依家竟然可以好流利咁打開個 QR 碼嚟俾錢，仲識得領取嗰啲咩新人優惠券。呢種科技嘅普及，亦都係令到香港人北上消費變得咁普及嘅原因之一。
以前仲要換人民幣，驚收到假銀紙，依家一部電話走天下，真係方便到冇得頂。你試下諗下，2026年、2027年嘅香港同深圳會係點？我覺得兩邊嘅融合會更加深，可能到時我哋返深圳就同去旺角一樣咁平常。而家呢種逼爆嘅情況，可能只係一個開始。大家對於抵同靚嘅追求係無止境嘅。如果你仲係觀望緊，覺得北上好麻煩，咁我建議你真係要親自去體驗一次，唔使去好遠，就去近地嘅福田或者江夏，你就會明白點解大家會咁喪心病狂咁去消費啦。最後我想講，無論係消費降級定係消費升級，最重要嘅係自己開心。如果花少少錢就可以換到全家人嘅笑聲，換到一代二代滿足嘅戰利品，咁呢種逼爆嘅經歷，其實都係一種生活嘅趣味。香港人嘅生命力就係咁強，邊度有優惠，邊度有好嘢，我哋就會去邊度。呢份精神其實幾時都冇變過。所以下次放假，不如一齊上去抵到爛一下啦。其實講到消費，我仲留意到一樣嘢，就係醫療服務。最近好多香港人上去深圳，唔單止係食同買，仲會去睇牙醫、洗牙，甚至係做體檢。點解？又係嗰句抵到爛啊！喺香港洗個牙，隨時要500-600蚊，仲要預約等好耐。但係上去深圳，一啲大型嘅連鎖牙科醫院，100幾十蚊就搞掂，環境仲要好似5星級酒店咁。我有個親戚，今年60幾歲，佢喺香港配副假牙要成皮嘢，佢上去深圳揾咗間口碑好嘅診所，3-4千蚊就整好咗，仲話服務態度好到佢唔好意思。呢種跨城嘅生活模式，真係徹底改變咗我哋嘅日常。仲有啊，你哋有冇發覺，依家連快遞都變咗？以前我哋係香港網購，依家好多人係深圳網購完，直接寄去關口嘅自提點，或者係揾集運返香港。因為國內嘅網購平台啲嘢真係平到你唔信，而且種類多到你數唔晒。我有個朋友20幾歲，佢連屋企裝修嘅燈飾、水龍頭，甚至係成套櫥櫃，都係喺內地買，然後揾師傅落嚟安裝。佢話咁樣做，起碼慳咗成10幾萬。呢種聰明消費，其實都係消費降級下嘅大智慧。講真，依家深圳好多商場嘅策劃真係好有心，佢哋知道香港人中意咩，就會推出相應嘅主題。例如某商場會搞港人專屬優惠季，只要出示回鄉證就有折。甚至有啲餐廳會專門寫廣東話嘅菜單，或者招聘識講廣東話嘅員工。呢種被重視嘅感覺，對於成日喺香港被冷落嘅消費者嚟講，真係好受落。所以點解深圳啲香港人多到癲？因為人哋真係用心去留住你呢個客。如果你問我，呢種現象對香港有咩啟示？我覺得香港嘅商家真係要諗下，點樣去提升競爭力。唔好淨係識得加租，唔好淨係識得收加一服務費，但係完全冇服務。如果我哋唔進步，消費者嘅心係會走嘅。依家係一個全球化、區域化嘅時代，競爭係無處不在嘅。不過講返轉頭，香港人上去掃貨嗰種快感真係好難形容。你想象下，你推住架車喺山姆嗰啲寬闊嘅行人路行，見到啲平時喺香港超市要賣100蚊嘅嘢，呢度30蚊就有交易，你嗰種賺咗嘅心情，真係會令你越買越多。呢種就係所謂嘅喪心病狂掃貨嘅心理機制。我試過一次，原本只想買盒卷蛋，點知出嚟嘅時候，成架車滿晒，仲要買多個大袋先裝得落。返到屋企雖然好攰，但係睇住啲嘢，真係覺得好滿足。我見到好多後生仔20歲出頭，佢哋唔再追求名牌波鞋，反而係去買一啲內地嘅原創品牌，或者係去啲文創區揾一啲有特色嘅手工製品。呢種消費觀嘅轉變，亦都代表住新一代香港人對生活有唔同嘅理解。佢哋唔再被品牌綁架，而係更注重個人感受同體驗。所以呢，
呢場北上消費熱其實係一場關於生活品質同金錢價值嘅大討論。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把尺去衡量乜嘢係抵，乜嘢係值。而目前嚟講，深圳顯然係贏咗好多分。嗰種逼爆嘅場面，其實係消費者用腳投票嘅結果。喺呢個過程入面，我哋亦都見證咗城市之間嘅互補。香港有佢嘅獨特魅力，而深圳就提供咗更多樣化、更高性價比嘅選擇。呢種流動，其實令到大家嘅生活都變得更精彩。如果你仲係覺得反深圳係降級，咁我會話，你可能仲未真正了解乜嘢叫做現代嘅生活智慧。生活唔係要比邊個花錢多，而係要比邊個花錢花得更開心、更自在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無論你係去深圳掃貨，定係留喺香港支持小店，最重要嘅係揾到適合自己嘅生活方式。不過，如果你最近真係想去深圳行下，記得一定要着對舒服啲嘅鞋，準備好充足嘅電話電量，同埋最緊要係預備好你嗰顆想要喪心病狂掃貨嘅心。因為嗰度嘅世界真係精彩到你唔信，平到你唔信，亦都逼到你唔信。呢個故事永遠都講唔完，因為每一日都有新嘅香港人加入呢支北上大軍，每一日都有新嘅驚喜喺深圳發生。我哋就拭目以待，睇下呢場消費革命仲會帶嚟啲乜嘢更有趣嘅變化啦。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好玩、好食、好抵嘅資訊，大家記得要保持住呢份對生活嘅熱愛。我哋下次見。